高雄的寿山有一座79公尺长、亲像个坐流浪的厝厝啊，疫情后就只开放团体预约。有家长是反映讲带囡仔去遐，囡仔无法度坐，拢真失望。也毋过中山大学是表示讲，民众会当招团来体验。囡仔为长长的厝流浪豆豆溜落来，这是高雄唯一的个人厝流浪。拄开放的时阵，人人拢会当来体验。不过疫情过后，敢若开放予团体预约，有家长就反映囡仔耍袂着。大部分的民众也是希望会当予散客来体验。若无平常时嘛袂有游客来遮，有淡薄可惜。团客有可能就是外面的观光客，高雄市民拢唔知啊。我感觉安尼是。做浪费啊！是当然能开发是最好的啦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因为有一个多导览玩的地方、走路的地方。哈马星厝流浪位伫丁山街60巷，利用地形的关机差，专长79米，算一摆差不多40秒。沿路会当看到古道、水道、顶点历史场所。学校指出，过去发现有游客敢若想要耍，并无了解历史意涵。疫情过后，才调整敢若开放予团客，爱参加导览，才会当体验厝流浪。所以我也希望讲用团客的形式，咱有一个完整的、较整体的介绍，在他们。在做溜滑梯的过程里面，就真正可以吸收，然后也可以对这边的在地纹理有更充分的认识。哈马星过去是军事古道，有日本时代甲清朝的历史痕迹。高市府伫2016年提出兴并计划，毋若修复古迹，也起这座厝流浪。中山大学表示讲，伫疫情过后，团客预约人数减3倍，毋望哈马星的历史通互人知影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